后来阁来是皮乌马经的清洁队，伫个民众单调的家电用品内底发现10万块的现金，讲真有可能是老大人藏西家藏甲袂记哩咯。其实这款的代志三不五时就会听到。新北市进前有一个太太，甲西家藏伫个粪扫桶，结果互不知情的新妇摕去单调，是母100链桶，才甲钱找回来。清洁队嘛提醒大家，要捡物件、捡粪扫进前，一定要检查好详细。回收的物件条干那刷，清洁队员不用试一分推，做好主管回收，才当互粪扫变黄金。不过即马刷成废粪扫堆内底，找到真侪现金。到拄拄一指，拢是1000块，真侪钱拢捌着水，黄金金连做伙。头期先叫是几钱，清洁队清点过，随交予警察处理。我们也从脸书上发布这个讯息，希望有遗失的民众，我们可以来警局这边来认领。海去冰箱冷气电风全部蹲伫咧车，尾后才阁用机具搬就车。平湖马经清洁队大早至下晡执行清买时，伫咧废弃大型家电内底看到10万块现金，伫咧遐应该是老大人藏甲袂记哩。过去嘛，常在发生小伤的事件。今年5月，新北市有一个查某人，甲钱藏伫咧粪扫桶内底，感觉这才是上安全的所在。结果新妇唔知，就甲现金、银仔、假金铺啊，全部摕去拼，尾后了真侪工，才甲伊找到倒来。民众爱藏钱，藏到家己卖不无去。清洁队逐工在粪扫量真济，民众若有碰见物件，一定要记粪扫车的车牌号码，佮有单调的时间点，才当紧找到碰见的物件。清洁队嘛提醒，到粪扫进前，一定要斟酌检查敢有贵重的物件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